國家"十二五"規劃首次將港澳部分單列成章，對澳門重點提出咗一個中心同埋一個平台嘅發展定位，明確咗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嘅方向。喺當時嘅"十三五"規劃當中，提出咗以內地對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為重點，以廣東自貿區建設同埋港珠澳大橋建成通車為契機，繼續實施更緊密嘅經貿關係安排，加強澳門與內地多層次、寬領域嘅交流合作，加強區域經濟協同發展。我要講翻以前呢，就係啱啱由中國出口發展開始，我哋喺內地做好多出口發展嘅業務，同內地嘅工廠合作，打開歐美市場，主要係利用中國嘅加工能力。咁喺中國每個地方唔同嘅優勢出口嘅產品，喺外國做貼牌或者自己打出自己嘅品牌，按當地嘅市場需求，以外國嘅市場為主嘅。到近年有啲改變，因為到近年咧，內地嘅市場本身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市場發展空間，而且係超越咗外國、超越咗美國、超越咗歐洲，所以我哋有好多調整咗咧，而且我哋好少直接去參與，而變成一個控股嘅性質。因為國內嘅團隊、管理團隊、公司越嚟越成熟，我哋發現佢哋嘅管理技術並唔差於我哋，咁我哋個角色多於去參與、支持發展一啲內地嘅團隊，等佢哋嘅企業做大，我哋從中收益。而家我哋仍然係向住呢個方向發展，最重要嘅係要不斷加入新技術，因為我覺得而家嘅產品周期好短，國家發展非常之快。如果我哋唔加入新嘅技術，我哋唔調整自己嘅思維，跟住內地嘅步伐發展呢，我哋一定會拋喺後面。我哋一定要將呢種緊貼性放喺我哋嘅業務裏面，咁我哋先至會有一種市場嘅競爭力，而且唔會俾佢拋離。過去睇翻20年，我哋國內嘅發展呢，係超越咗好多國家嘅。基本上而家國內嘅基礎建設咧，超過美國。我哋要利用好呢種基礎建設，利用好呢種步伐，調整我哋自己嘅觀念，調整我哋嘅思維，嚟參與更多國內企業嘅發展合作。我哋從中其實都學咗唔少，從我哋當初帶一種思維觀念去國內發展出口產品，到今日我哋從佢哋身上學習呢個過程，令到我哋好震驚。所以我覺得呢一個方面，我哋要深入去考慮，深入去發展，而且我哋要跟上呢一種步伐，或者我哋超越唔到呢種步伐，但係我哋必須要跟上喺呢一種步伐裏面，令到我哋嘅企業得益，令到我哋嘅伙伴有關嘅參與我哋呢個供應鏈嘅所有嘅合作伙伴咧，都一齊得益。呢一個我覺得係我哋呢20年參與項目、參與呢個發展當中最大嘅益處。自回歸祖國以嚟，澳門與內地就展開咗各項嘅商貿交流合作。而家澳門能夠順利踏上國家發展嘅快車，正係因為內地與澳門有住近20年嘅密切交流合作。從最初單一嘅出口業務，到現時嘅資金技術結合嘅深入合作，既係因為國家對澳門嘅種種優惠幫扶，亦都離唔開澳門對國家地方政策嘅精準解讀。我覺得個核心點，第一係尊重各方面嘅文化。佢哋嘅每一個地方，好似中國本身新中國成立之後，佢哋嘅本身嘅文化發展，有今日嘅經濟上嘅成就，唔係容易。當中佢哋有做好多啱嘅地方，我哋要喺呢一種空間裏面發掘，我哋到底喺裏面可以學到啲乜嘢？我哋可以從中喺呢個發展裏面有咩好處？而呢個好處唔可以睇自身嘅，因為畢竟我哋中國人嘅社會咧係一個抱團嘅社會，係同社會結合嘅。咁我哋要了解到由國家嘅政策，我哋本身地方發展嘅政策，再配合我哋國內企業發展嘅政策。而家呢一種思維，呢種戰略思維裏面連成一體，再定商業項目，再定策略。但係我哋嘅思維嘅步伐必須要快，因為而家喺國內每3個月可能就係一個新嘅一個流程，將以前嘅一個週期淘汰咗。呢一個淘汰率發生得非常之快，而好可能我哋喺未準備好嘅時候，
已經超越咗我哋嘅思想範圍，所以我哋今日嘅團隊溝通合作執行力比以前更加重要。而且呢一種快速嘅更新換代係有好多科技元素喺裡面嘅。如果提出我哋國家主席，我哋總理提出以生產力去製造新嘅經濟增長，意思就係咧，我哋嘅企業必須要倍速發展，而一種倍速發展嘅方向一錯，基本上係一敗塗地。所以我哋今日要睇嘅關鍵嘅點係我哋而家國家嘅政策喺邊一邊發展，我哋從中自己定位係乜嘢角色，而喺呢個角色裏面，我哋點樣利用一種新嘅技術、新嘅產能，配合到國內國外嘅團隊，用邊一種嘅思維方法、邊一種嘅文化去推動成個企業嘅發展。今日係我哋面對最大嘅挑戰，亦都係最大嘅機遇。我認為呢一種發展方向喺未來5年、10年唔會改變，而且我覺得國內嘅發展非常好。就算佢定期按經濟週期中間又會有調整，但係長期係非常看好，而且國家嘅政策喺發展方面每一個步伐都睇得出佢有突破。我哋要按住呢一種思路，按住一種突破，定好我哋自己嘅企業嘅經營方法，按呢個思維嚟做出對各個方面都係有利嘅事。喺一國兩制嘅制度之下，特區政府積極採取各種措施，改善本地嘅投資環境，大力發展旅遊業，以活化本地市場。但係喺唔同嘅社會制度之下，澳門與內地嘅商貿交流合作，亦都面臨住一啲困難同埋挑戰。澳門應該如何利用好自身嘅各項優勢嚟應對跨境商貿活動當中嘅種種挑戰，都係特區政府以及本地企業不斷思考嘅重點內容。一國兩制俾咗好多我哋自我發展嘅空間，但係咧同時咧喺我哋嘅老百姓嘅生活裏面咧，亦都產生咗一定嘅差距。如果我哋要利用好呢一種機制，首先我哋要先利用好自己嘅優勢，再配合國內發展嘅步伐。以今日澳門所發展嘅步伐咧嘅速度咧，相對喺內地明顯過慢。而且而家喺我哋國家嘅發展咧係多元化嘅，而澳門咧嘅發展係非常單一，博彩、旅遊，有少少銷售、零售，少少嘅國際貿易，呢一種發展咧並唔可以話喺國內咧產生一定好大嘅作用。而澳門本身嘅優勢係一種多元文化嘅優勢，而係將呢一種中西嘅多元文化結合喺內地嘅團隊，以面對內地市場、海外市場為目的，參與為目的。今日我哋做得並唔夠，好明顯，我哋需要改變而家我哋嘅觀念，睇下可唔可以將來喺國內嘅團隊合作。而家我哋講緊灣區合作，灣區嘅合作唔淨止係政府嘅合作，政府合作咧係一種最開始嘅推動，而企業嘅合作、個人嘅合作，另一種新嘅觀念嚟帶入嚟嘅新嘅技術，以一種多文化嘅角度參與呢一種合作，令到自己更有價值。呢個係一國兩制賦予俾我哋一個發展空間，而我哋如果唔利用好呢種空間，我哋會錯失呢個階段嘅發展機會，將來嘅可能會錯失得更多。由於土地面積等方面嘅限制，澳門嘅經濟市場發展仍然向住更高嘅目標努力。因此，澳門喺發展當中更應多參考其他地區嘅發展模式。澳門與擁有2.6億多人口嘅葡語國家有住廣泛嘅經貿聯繫，並且澳門擁有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嘅運作經驗。喺呢一個背景之下，深化與歐洲嘅合作，借鑑佢哋嘅企業經營模式同埋理念，實現本地企業嘅轉型同埋進步。我覺得澳門咧而家嘅商業發展咧嘅架構咧都仲係相對落後。譬如話我哋嘅融資，我哋嘅居民嘅投資產品好單一，一係房地產，一係就香港股票市場嘅證券，都係比較單一。而我哋企業嘅融資平台係非常之有限，大部分咧都係以民間借貸同埋銀行借貸為主。而我哋嘅
股票市場、我哋嘅金融市場嘅平台、融資平台發展非常有限，大部分而家都係依靠香港或者有部分係喺新加坡。如果我哋要發展好我哋嘅產業，首先我哋要諗好3個平台嘅作用。第一，我哋嘅金融平台究竟同香港合作可以合作到去邊一個程度？新加坡係邊一個程度？甚至乎喺美國可以用到邊一個程度？呢一種我哋係有足夠彈性去做。第二，要深化我哋同歐洲嘅合作。而家我哋同歐洲合作嘅交流咧，同葡萄牙有唔少，同葡語國家亦都開展得唔錯。但係同其他歐洲嘅國家，佢哋有一種優質嘅發展。譬如今日嘅葡萄牙同德國嘅工業生產 4.0 配套，咁我哋可以從中係咪可以借鑑發展到我哋部分嘅企業，或者借重呢種思維發展某一個企業裡面嘅核心部分，而唔需要全套搬過嚟。此外，喺粵港澳大灣區嘅整體建設當中，澳門亦都可以參考大灣區當中嘅創新區域同埋合作模式，擴展自身經濟適度多元嘅發展空間。目前，澳門與廣東省喺橫琴、珠海、中山、翠亨、廣州南沙、江門、大港、海灣等地都建立咗合作園區，簽署咗協議或者形成咗合作意向。通過合作園區嘅形式，讓澳門嘅資源擁有一個更好嘅平台。可以同我哋嘅喺大灣區裏面咧，做一啲新嘅一種發展經營模式。而好似今日譬如喺香港見到，佢大部分係做2級市場嘅模式，公司上市之後嘅一種再融資嘅一種發展，或者我哋喺1級市場，譬如喺創投配套方面，係咪可以做到多啲嘢？咁如果我哋做多啲嘢嘅時候，我哋嘅架構需要調整。譬如話，我哋而家企業嘅股權轉讓都係比較麻煩嘅。呢一種咧，對一種初創發展係一種致命傷，而呢一種致命傷係限制咗成個產業鏈嘅發展。風投公司冇辦法，創業投資基金冇辦法投呢一種企業，因為佢哋冇辦法投一個企業裏面，佢股權轉讓係咁麻煩嘅。而我哋個金融市場發展得唔好，投資者喺個企業裏面冇辦法有個好良好嘅退出機制。呢個今日我哋仲未做到。但係今日嘅發展已經係咁快，我哋如果唔係加快步伐去做，所有我哋今日可以存在嘅優勢咧，可能會好快消失。而多元文化必須有一個載體，載體除咗喺社會，亦都要喺企業裏面。咁樣所有適當嘅人才，先可以有一個安身之所，知道佢哋嘅能力係通過某一個企業嘅平台點樣可以發展得更好。如果今日我哋做唔到，限制喺我哋本身澳門一個地方嘅發展嘅話，呢一個發展實在太細，亦都浪費咗好多我哋今日國家嘅政策俾出嚟嘅灣區政策、一帶一路政策同埋國家長遠發展各個省市嘅發展，我哋可能會失去好多。澳門作為特區之一，喺國家發展當中起到嘅作用同埋貢獻，亦都係不可忽視嘅。澳門將全面深化區域友好合作，促進與內地更緊密嘅融合。澳門一直按照國家所需、澳門所長嘅要求，積極參與同埋助力「一帶一路」建設，擔當中國對住海外嘅政治、經濟、文化緩衝區。我覺得澳門咧係一個政治、經濟、文化嘅一個緩衝區。因為澳門一種文化嘅包容性，我哋基本上咧係本地嘅文化係中意交朋友，喺各個方面咧都會心態咧比較謙虛、比較平和。咁有好多時候咧，國與國之間嘅發展咧，唔一定係都處於良好高峰期嘅，會有高峰，會有低潮。咁喺低潮嘅時候，澳門會發生一個緩衝嘅作用。喺唔同嘅國家，喺國與國之間有衝突，澳門依然係一個唔錯嘅一個緩衝嘅平台，政治緩衝嘅平台。喺經濟上，澳門係一個奉行自由市場、自由貨幣。咁有好多可以同國家喺未將人民幣國際化之前，可以發揮到佢一定嘅舒緩作用。喺貨幣匯款、交易、投資，雖然澳門嘅容量比較細，
但係咧佢可以呢一個仍然係保持到一個窗口。呢一個窗口咧喺關鍵嘅時候咧發揮嘅作用好大。而喺商貿方面咧，由於佢嗰個對外嘅投資冇咩限制，亦都冇咩審批流程，亦都係以一個註冊制嘅制度。咁喺外國嚟到澳門喺入大陸之前，喺澳門感受一下國內嘅發展情況，作為一個首要嘅地點咧，亦都係有佢嘅好處。佢可以喺國內成立大本營之前，會喺澳門可以接觸到更多，譬如國內嘅企業、國內嘅官員，以一個做一個協調嘅中心點。咁澳門呢個方面咧，呢幾點方面咧，暫時咧都係做得唔錯，亦都我覺得呢個優勢亦都係存在。利用好國家嘅政策，發展好澳門呢個地方，必須要將呢一群企業家留住，發展一個好嘅生態系統。而呢個生態系統以一種新嘅觀念、新嘅模式，令到佢哋可以有一個有能力嘅人才，有一個發展嘅載體。呢個企業就係人才所留嘅地方。佢哋有一個平台發展，佢哋嘅參與度先會積極，先至會高。澳門嘅企業大多係中小企型嘅企業，但係呢個並唔影響佢哋向住小而精嘅方向發展。本地嘅企業要利用好自己更多靈活多變嘅優勢，走出澳門，多多參與國內國際嘅商貿合作，不斷學習其他企業嘅優點，讓自己成為一個適合人才一展所長嘅平台，吸納各方面嘅精英人才服務於自己，最終推動本地嘅經濟發展。今日我哋嘅澳門基礎嘅人才並唔缺乏。澳門而家有學歷嘅人唔少，去留學生有好多，喺國內重點大學畢業嘅亦都好多。我估佢哋所有嘅畢業生同我當年一樣，都希望一個更好嘅平台可以發展，等自己嘅將來發展得更好。而今日我哋要需要嘅，除咗個市場空間之外，就係有一個進取型嘅企業，以一個新嘅經營模式去參與國內、國際各個市場嘅發展，等佢哋可以學以致用，發展佢哋更好嘅能力。但係今日我哋喺澳門高質素嘅企業並唔多，要建立一個生態系統，建立更多新型嘅企業，係利用到新經濟模式，將所有呢一種人才納入為自己所用。咁澳門嘅人才政策先可以發展得更好，否則係一個好頂尖嘅人才去一間平庸嘅企業，佢嘅前途亦都係平庸，亦都唔見得佢喺各個方面參與度有幾多。將呢每一個個人放埋一齊，以澳門一種特色嘅文化、
特有嘅一個政治地域關係，佢會產生得到佢自己特有嘅優勢。澳門近年嚟因為經濟結構逐步轉型，社會上興起咗創業嘅熱潮，大批澳門嘅年輕人湧入咗呢股創業嘅浪潮當中，為自己喺傳統就業格局當中尋找新嘅出路同埋可能。青年嘅創業活動受到主觀以及客觀環境嘅影響，喺世界經濟多變嘅情況之下，澳門年輕人一定要放寬視野，打開思路，主動走出澳門，學習國內外成功企業嘅案例。今日喺澳門嘅傳統嘅思維方式係唔係可以令到我哋同國家發展捕捉到優勢呢？可能會有缺陷，但係我哋自己要調整。而一啲比較有自我嘅一種諗法，而呢一種諗法可能同傳統澳門社會有時係格格不入嘅。要有突破呢一種思維嘅方法，跟住你先可以去諗係咪有一種突破呢種思維嘅一種經營企業嘅理念。今日嘅創業非常複雜，創業唔可以限於開幾間鋪頭，開幾間時裝店，某幾種零售，或者咧開幾個網上平台可以叫做創業。今日嘅企業家創業，如果我哋環繞呢個世界睇下，佢哋同世界500強嘅 CEO 總裁思維方法係冇咩分別。佢哋要吸收大量嘅知識，對國際經濟嘅脈搏要把握得好，對國內所有嘅政策、市場分析、消費行為要把握得準確，再喺自己嘅一個起點，喺自己嘅優勢裏面咧，揾出自己一個經營模式，用呢一種模式去創業。澳門係一個如此開放同埋自由嘅地區，澳門人所擁有嘅優勢唔單單只係特區政府嘅種種福利，更多嘅係佢哋與世界各地無限制嘅連接。呢個亦都讓佢哋所能夠學習接觸到嘅先進經營理念遠多於他人。跨越面前嘅小市場，接軌世界，先至係國家對於澳門年輕人嘅期望。今日嘅創業係好重要，而我哋可以澳門利用佢本身嘅一個建設一種優勢，再嚟配合喺國內嘅團隊合作。我相信澳門人有呢一種溝通能力，有呢一種協調能力。問題係佢哋觀念有冇一啲更好嘅機構、更好嘅人去引導好，令到佢哋可以發展得更好。譬如今日我哋澳門人嘅優勢係，佢哋好多人譬如旅行唔需要去簽證，佢哋經常喺唔同地方去走動，去台灣、去日本、去東南亞、去歐洲，係咪有一種新嘅觀念可以帶翻嚟，優化自己，從而優化團隊、優化企業、優化喺國內各個地方，當佢參與嘅時候，做得出一種正面嘅影響。呢一種係我哋做嘅。你發揮呢種作用嘅同時，你去思考你嘅企業將來要點樣發展。